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明暝咱来读这个1984。1984这个小说，我感觉嘛是真精彩啊！精彩真做经典啊，就真侪人会想要看哦，所以我去看过迄个啥，Wikipedia 咧介绍讲，1984敢是60几个版本，是不是？敢是60几个版本，我袂记得，歹势。所以，我淡薄时间，我来甲即个连结分享一下。当然，伫 YouTube 遐，我是直接打伫咧算啥信息栏遐，是啥物货？当阵啊，对即种机器也是啥物货，无讲介是唱吼，就是天骹破唱安尼，客安尼。我要打一个迄个啥台湾百合迄个戏出的连结，但叫我放去对啊，实在是慢慢伤多的时阵，遐连结都拢难做去对。当然，台湾百合即个戏出有伊的迄个啥时代背景嘛。啊，对即个1984即个小说，当然伊戏语，毋过当初讲的遐嘛不了真实的，就敢若最近即几工仔吧，超过48点钟，我袂记，我记得是迄个啥台湾万有录，台湾万有录真做得到即个大奖，有伊价值的所在。当然，你要家找一寡空芳来批评嘛，毋是无啦，一定有诶嘛。只是整体来讲，伊有得到遮尔侪人诶肯定。啊，反倒头来看，伊就是讲嘛，用虚拟诶故事伫咧讲真实诶代志嘛，对吧？所以1984这个小说嘛，差不多是即个状况啦。所以讲1984这个年过过去啊，也毋过对台湾人，尤其对台湾人来讲，是也未过去，过去也未过去安尼。所以嘛，挺好摕来含台湾万有录做一个对照哟。当然，迄是无共的方向，毋过就敢若小说咧讲的故事是有一个做啥普遍性哟，敢是安尼讲。就讲虽讲毋是你的故事，毋是你的身躯边，毋过你就是会看到一寡敢若熟悉影子安尼。所以这嘛是算讲会比较读这个小说其中一个原因啦。1984这个小说是感觉嘛真硬斗。当然我从来冇去看过中文版的啊。最近伫咧对照这个台文版看英文版的时阵，我讲歹势，我英文敢若中级尔，迄实在是伤深的字啊。读台文的时阵嘛，真正有当初读甲哩哩啦啦，还是读甲毋知咧讲啥。伊就讲，尤其这个啥，这本小说分做3部分。第2部分就是伊迄拄啊有差头10几页、16页、17页遐。无30几页是36、7页。我就讲差不多规本小说一成，咧讲迄本册。啊，当然迄本册可能是一个虚语吧，我毋知啦。什么寡头制集体主义的什么理论甲实践啊？我就讲这种摩米主义的理论甲实践，这敢若是一种论文的听宪法嘛。啊，这种论文的听宪法就是讲硬道理，读了迄内底一寡用字用词，啊，搁咧讲一寡现象啥，真正是啊了诶，够硬道。旧年当时去考试的时阵，考笔记啊，我袂记得，反正伫迄个考试现场，竟然有人摕一本出来看，我差点要起来讲，我起来讲摕一本出来通硬斗哦，硬斗哦。当然，周文成先生咧处理的时阵是有一个算企图遐，伊想要行出来另外一条路啦。迄个另外一条路大概有几个方向啦。第一就是伊要甲处理到苏明义，第二伊要伊无爱去提供社运党
而且无爱去提供注解。你甲看卖啊，现主是的中文册，除了你是教科书以外，若是一般的英册，敢有咧注解？直接是讲什么有声册尔嘛？要毋过为什么台文需要这么侪注解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徐文成先生伫处理的时阵，大概有这两个算讲，和目前为止这个台文册较无相款的路啦。好，反正我就讲啦，都喊来拄好，时间来拄好。台北时间毋是9点40点，社会来遮读寡册。啊那9点进前咧，9点进前，随我来读这个拿春水的第3本小说《开花结子》。好，大家这个朋友 Kate 哦，我确定歹势。进前有一届讲到迄个声音团队，感谢你的，因为我毋知书名词是啥物个，什么骨的团队和气的团队，吼，迄声音听起来就是无相款安尼。好，真欢迎你来听啦，吼啊，其实我是感觉应该是会使，会听啊遮尔济，甲应该是听有啦，啊听有，我感觉即个听有的部分是应该种互相交流啦，应该是安尼。啊，当然啦，安心自在，自由自在，吼，小罗嘛来啊。我来讲，即个9点进前，随我继续来读即个开花结子。但是小罗有啥物要甲大家分享无？最近在刷出无。哦 ，OK， 好，无问题，安心自在。吼，所以我讲，即两天有大条新闻，台湾万有录得着大奖啊呢。啊，台湾版的听讲嘛要出啊呢。对啊，用上主的册嘛。对啊。旧年我有听一个 podcast 有分享。有分享吼，迄个阿凯之声有讨论过，其实应该不了侪人有去讨论，因为2020出版了后，不了侪人有去提起着嘛，啊，所以其实伊背后的功夫是不了侪安尼啦。当然，好啦，快第3年嘛来啊啦吼，就罔听，我就继续读即个拿顺水的即个第3本小说《开花结子》，我讲这伊足侪迄种。3字词、4字词，真正是我毋知啊。我想要甲伊整理出来、吹出来，遐3字词、4字词，我真正足侪无都理解了解。好，迄个 Eric 嘛来啊，吼，我伫罔听啦，吼，我继续读。等下到正9点的时阵，咱才转来读咱的1980，大家的朋友欢迎啦，吼。好，来，即个第43章，姊妹的交甜，方向带伊。为耳漏，姊妹烧酒下班后，要包偌济大声闹，话句挂骨乌白口，规阵查某真恶斗，经体糟蹋上介高，病人听甲足懊恼，全是喙笑乱扫。咱翻头搁踅转去1969年的时阵，民主拄则嫁互做阿兵哥的饭方雄做牵手，跳年的春分，生头上啊饭为鲜，热人的时，方雄得到耳漏症，伫台中的营总带伊食刀仔尾，主治医师讲爱带10天，拢是民主伫病房做伴陪翁，主治医师讲爱陪翁带医的第2天。民主伫大厅的药局撞到丽子，民主先开喙休讲：“阿姊，你敢会来食？”民主，丽子煞话讲：“是安尼啦，牙即阵啊一直闭结，带伊来互胃肠科看。啊人咧，伊讲外口的空气较清，徛伫门喙积分。毋是，即字我伫迄个啥，中文是针灸的灸哟，当然食薰的人有迄足侪迄动词的啦，什么补薰、食薰、束薰，即个可能个开课一个。吩咐我来领药啊，顺续阁问丽子讲：你来遮是看倒一科？方向老耳翁仔哥来遮手术，医生讲爱带10天，当倒有顺序无？有啊。无得确7、8天就会使转去啊！安尼较加载。丽子远远就看到牙徛伫玻璃门外口伫握手，随转话讲牙赶要走啊，若无代志，我紧来去转。
伫公务车内，例子讲到方向来带伊诶代志，艺随接话，论真，凊头就爱去你甲探一下。毋过实在伤无用，明仔载你找一个人芳，专工来甲看，较袂歹势。嘛好哦，过长工，拄当李子啊、金花来中兴大学看因查某囝诶毕业典礼，散场了后，随便去丽子因兜，要讲两句啊较大粒诶西客话，下过校定都还袂烧少喙。金新性诶丽子徛伫门喙，就先嘿嘿就讲，真对称，我要去营总看明子，甲因翁方向，咱做伙来去好。金花啊，随接喙讲，处长敢有要同齐？伊有会议爱换盘，叫我家己去。自死毋死，你行骹到。等加话莫讲，咱即阵就来去营总，好。好啊，毋过要行路，也是坐客人车，坐乌头仔车。司机早就伫巷仔头听候啊。因为迄个艺是一个算处长向，所以政府官员嘛，所以甲处长的级数有派一台车就对啊。啊，即个例子等于是坐一个便车呢，对吧？处长夫人啊。好，我哋时间到，咱就转来读咱的1980，我先做一个记号。那纯粹即个开会结束，请讲。我要问 Erica 敢要夜唱？我是甲饲啦，反正安心自在，自由自在安尼。感谢。好，无问题。来，我第263页即搭车，我咧想可能咱今仔日应该会使甲29即搭车头啊，因为无几页，佫拢是对话较济，无参像进前拢是册内容，尔话有够硬斗的硬斗安尼。好，我先读过了后，小人老方便读你就读，反正小人Sunny 甲 Ariel， 好，你读我毋知吼，反正咱字我毋知要安怎读念啦吼，咱就来甲读落去安尼。我先读，我读到即段中迄段好啊，即页的中迄段迄搭遐，吼小人才接落去读安尼，对，伊继续讲落去。你敢会记得 Winston 讲，迄头一工伫森林的边缘，对咱唱歌的迄只洞鸟，因为即个鸟，台湾是有一种叫啥物？全色水东哦。嘿，就是讲，我看到的是红喙，身躯是乌的，伊有啥？反正伊嘛是即字就对哦。当然，即种鸟啊的名称或者是伊的形体啥，可能本地台湾无一定有啦。所以有当看到种鸟啊，就是我刚才遐读伊的迄个华文名嘛。伊即马伊家己安尼号，可能就直接照用啊。当然最近是嘛，可能嘛毋是最近，即几年啊吧，有一寡算团体啊是啥，就咧讲甲我的甲鸟的台语名形外啦，就讲其实中国人来进前，即个新闻早就伫遮生产嘛偌久啊。咱的先民伫下面接触的时阵，当然嘛有甲因叫名嘛，警察讲无一定遐尼专业的名嘛，就敢若讲对做田人来讲，伊看到白灵犀就敢若3种：大白鹭、中白鹭、小白鹭、大只、中只、甲细只。毋过人实际上就是啥物黄头鹭，个啥物，反正就是我看到就是大白鹭、小白鹭嘛，可能黄头鹭嘛。这个白灵犀其实伊有一种是会或者啥趁季节飞来飞去的，有诶就是规世人拢伫食的，所以食的物件因为在过去拢无咧做种研究，你毋知嘛。毋过实际上有兴趣的人自然就该学迄个名嘛。好，来继续读落去啦吼。对咱唱歌迄只童鸟，伊毋是咧对咱唱。茱莉亚讲，伊是家己唱欢喜的，嘛毋是，伊就是咧唱尔。我甲读即段就换即个小了读啦吼。鸟啊会唱歌，普罗啊会唱歌，洞
袂唱歌。规即个世界，伫伦敦甲纽约，伫非洲甲巴西，阁有国境以外遐个神秘禁止去的土地，伫 Paris 甲 Berlin 的街头，伫罗西亚无病边洋顶的田庄，甲中国伫中国甲日本的市啊，四界拢有共即款结实未征服的身影。劳动甲生囝使因身材变形，一生拖磨悠远地唱歌，必然有一日，一个有意识的种族会为遐个大颗腰肉生出来。恁是死人，未来是因的。毋过恁也是会当参与迄个未来，只要恁保持心灵活力，亲像因保持身体活力，并且甲字加字等于是即个秘密信念传出去。就准点嘛，来，我先读到这。来，小龙换你读。咱是死人，伊讲，咱是死人。主列教训张哦，因是死人，恁是死人。因脚遮后一个拿铁的声音讲，因两人跳一个，跳一个本惊着啊！伊了阵跳一个，系啊，就是惊着伊讲背后嘛，因不然讲一句嘛，第三句是背后的声音嘛。因两人跳一个分开 ，Winston 敢若巴肚内拢结冰啊！伊看到酒粒目睭乌人苦胃拢白去，零食变牛奶黄。这安怎读？夹到遐，伊迄个夹就是当然中文是讲脸颊嘛，啊，毋过咱是讲喙皮边嘛。啊，毋过伊的英文是 cheekbone，cheekbone，cheekbone，所以这是夹到骨咯，夹到骨咯。敢是安尼读？我是读边啊，歹势资料无查到，你继续歹势。夹到骨顶的红粉质通现，就身甲下底的皮肤分，就身甲下底的皮肤分开啊！恁是死人，迄个铁的声音搁讲一遍，伫迄把刀后壁，就了喘一个气讲，伫迄把刀后壁，迄个声音讲，踮原地，无指令，莫叮当，来啊，总算来啊！总算你叫黄奕看去啊！总算来啊，总算来啊！安怎嘛无较蛇，无较对啊，无较蛇嘿，这是无较蛇对。因两人敢若会当目睭相对看，紧逃命，趁也会赴走出即间厝。即款想法因完全无法度想象，毋遵守迄个胃壁发出来的那铁的话声，切一个，敢若是一个箍仔敲。这应该是鉗仔吧？鉗仔敲断。这是揪断啊！敲断。这是揪，有一个揪嘛，一个内底一个揪嘛，所以就叫揪啊呢。揪断去，搁一个无咧喙齿的声，迄把刀落伫涂骹，本来的所在一块千里无现出来。好，我读个。好，感谢啊！我就讲无讲介好读啦，吼，因为我足侪迄种平常时啊日常生活袂讲着袂用着安尼。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听完即段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我拄则有去找迄个资料啊，有一个啥物应该叫气交骨，啊无就是叫气交骨，就是迄叫。伊就是伊的英文是 cheekbone 嘛，就是 cheek 就是咱讲喙皮嘛，啊毋过伊就是咧讲迄个骨遐嘛，因为迄个足瘦的人，伊迄个就是等于啥？
你家己嘛做会出来即个，怎讲？即个动作哟，就是你照镜时阵，你家己竖开对无？还是竖，就是迄个喙皮遐肉揪入去，爱规骨就拢现出来安尼啊。过高骨哦，过高骨，乞高骨。咱即马其实是讲264页，咱拄则是为263页开始读，敢是？对，嘿，263开始读。263。对，啊，所以伊迄个是 cheekbone， 所以有一寡迄个啥，过去70年，寡台语无现代化，啊，就怎照，可能照中文啦，我无确定啦。啊，当然我就讲嘛，新的物件一定要冲来即个世界嘛，咱敢拢要一直对中文的翻译伫咧行，理论上应该是会使免啦。所以，我就讲最近拄啊即个啥，台湾漫游录，伊是梗仔是翻译的嘛吼。啊，当然世界上即摆至少你会使看到，就是日文版、英文版嘛。听讲韩文版是嘛迄种的，啊后个就是有卡伊娜迄个版本，啊台文版可能温柔桥应该是翻煞，你做后壁的工课吧。系啊，就是咱读理会相识，系啊。莫讲系啊啦，反正就是出版社倾出，我感觉应该是2万本起跳吧。好毋好一回事啊，本正就是毋免真熬才开始啊，爱先开始才会变熬啊。啊嘛毋通讲你无把握100%的正确，绝无爱做啊。对，所以而且遮尔济经典，就是伫台湾嘛有足侪版本的啊，对无？迄个伊进前翻译迄个龙角镜嘛，龙角镜台湾嘛，敢若至少8种啊10种版本中文版嘛，啊，正敢一个台文版嘛，啊，小王子伫台湾敢若20种的版本吧。台湾目前台文版敢若是算2个还是3个版本嘛？啊，你想讲？你讲，请讲。这个阿勇伊的小王子被出册被印刷啦，因为阿勇迄个版本是曾慧萍的版本，啊阿勇是家己捡起来，搁去算定编排，啊印得较水嘛。啊伊讲迄阵敢若一刷，敢若是500本啊偌济，啊就是都卖完去啊。啊听讲最近敢若有人咧问，啊所以才咧，即摆敢若讲咧登记啦，因为伊是白话字版的啦，因为迄是。我印象中，我伫网络顶有找到是，敢若台湾文学馆还是倒一个组织，迄阵伊有做一个期末的计划啊，迄个计划期末的报告，啊，迄个期末的报告就是有出2-3本即种白话字的文献，小王子是其中一个，另外敢若是啥物 David Livingstone 的啥物传教的记录还是啥物货。搁一个啥，我袂记得。反正网络顶悬其实有不了侪白话字的文献文本啦。当然小说家就是伊咧翻译的时阵，就是咧先咧翻译的时阵，就是伊超工用一寡较书面语的嘛，就讲伊要行出来另外一条路嘛。啊，所以对咱后壁咧读的时阵，我感觉这嘛是一种安怎讲，无共的路线，啊，无共的感受安尼。啊。拄则我先读一段，啊，然后小老师读的到即大家，就是反正2个人可能用行一个，毋知半小时，我毋知影，啊，就咧描写迄个画面嘛，就较真正是故事啊啦，对无？小说的即个情景安尼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大家朋友罔听。安尼，Sunny 是毋是换你读？做恐怖的，是。中海对话，伊敢读到本来的所在，一块千里无现出来安尼。现出来，因看会着咱啊，就你啊讲，阮看会着恁啊，迄个声音讲，伫房顶中央调好，较偏嘛，较正对较正。双手相压，放头壳后，莫夹着对方。因2人无相卡，毋过 Winston
那像感觉会着手里啊身躯在喘，感觉会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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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里啊身躯在喘，也可能是伊家己在喘，伊敢若会当叫家己的喙齿莫准，骹头就毋听话啊，楼骹有兄讲赞步的声。厝内厝外拢有，听到敢若拢是人，有物体伫石头壳顶风拖走，查甫人的歌声雄雄动听，一阵真长的起起哭哭连过去。敢若是洗衫桶红饼对埕的另外一头，过来是微寒气噗噗的花香，伊一声痛苦的哀求收尾。好，感谢。拄则应该是拼啦，拼是另外一字嘛。拼，即个是拼啦，挑手旁好平的平嘛，迄是拼啦。啊，拼是屏东迄个屏有无？对无？摒扫的摒。拍拼。你查做者一个是甲人摒好，其实拢是拼。其实拢有淡的意思啦。即个拼甲迄个拼，嘛是有迄个应该是拼无毋对吧？就屏东的屏迄个嘛，啊，这是和平的平嘛。对中文华语来讲。伊拢号做平嘛，无啊，一个敢若是，迄两个平敢若无共平吧？屏东的平甲和平的平敢若是无共平吧？伊迄个尾音敢若无共款嘛，吼。以我一个外国人学着迄种中文所会记得，敢若是安尼。吼，不管反正台湾就是即两种真差声音嘛无共，啊，就是去用淡的调啊啦。Rolling Clean， 可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听完即段了有啥物想法看法？用杀掉安尼，所以讲，伫迄种所在。就敢若即马中国嘛，差不多是这状况嘛，对无？你若敢做毋对代志，还是人要甲你掠，7分钟就会使甲你杀掉嘛。最近听伊讲日本有一个啥物连结囡仔甲大人啊，要定位也是啥物会啊？结果去用发觉着讲，迄个背后做机器的是啥物？因的啥物中兴啥物电器啊，啥物会？然后，搁较外围就是去中国，所以人即马就是规个举起安尼。啊，因迄个是 SoftBank 嘛 ，SOFT 嘛 ，SoftBank BNK 嘛，我记影是安尼。敢是翻译做软银嘛，银行的银嘛。啊，因提供一个服务，啊讲竟然连去中国，又搁是囡仔即个代志，啊然后诶这。目前就是中国拢已经满世界表面上讲要提供啥物医疗服务，还是啥物服务，也毋过实际上，因诶想法拢凊彩会使想象诶嘛，啊，所以真正是伫264啊，即搭遮讲迄个千里无藏伫100度诶后壁，啊，平常时啊都无出声，等到因即马敢若真爽势诶时阵。才改化声，啊，然后哇，一定要去甲位啊！这就敢若那迄个啦，白雪恐怖迄个时阵差不多啊嘛，对无？所以我就讲，第读即个小说有一寡震动，迄个气氛甲感受嘛，差不多是即个状况安尼。所以我毋才会推荐讲，台湾必学即个戏出，我有打我袂记错，吼，就是会使猛看，当然压力足大诶啦，吼，看第二届还未看完啊。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这个作者写这啥物互拖出来安怎，伊将后写，伊就莫阁写迄啥物册内底内容啊，啥物迄是论文啊，莫家己论文放来册，啊无伊将后写，嘿，阁有就是讲像。有时阵啊，迄个中国伊伫监听，其实有时阵嘛会替头家利用，因为头家就除了看你有讲政治话啊，伊就是赛车，就是
啊，伊就讲迄个平台头家歹话会有随互人掌着，变做讲会互人利用。哦，即摆连头家拢袂当讲伊的歹话，尻川后话实在是，会啊，会替有一寡头家人利用去啊，所以本地是甲国家去监听，啊尾啊，连即个讲头家尻川后话拢袂使，以上。感谢分享，就敢若最近毋是迄个啥，医美诊所吼，一大堆迄种偷翕的，无经过同意的是安怎的？啊，所以遐个机器设备拢中国来的，啊，信息就甲你送转去中国安尼，所以这真正是真麻烦安尼。啊，当然对咱来讲是有当中你要无爱用遐个设备，可能爱加用一杯，还是几成，还是几落杯的计数时阵。是毋是怎啊放弃啊？这我毋知影。好，安尼 ，Eric 是毋是换你读？265，对对，嘿，啊，可能你要读几啊？是安那家己安排，因为后壁咱们，啊，你继续。这间厝红包围啊 ，Winston 讲，这间厝红包围啊，迄个声讲，伊听到酒里啊喙齿哪烧空哪讲，我想咱听好讲再会啊，恁听好讲再会啊。迄个声讲，然后一个真无共的人声插入来，悠悠薄薄，斯文款。Winston 有影捌听过，拄啊好，讲着这，拉着甲你笑落去眠床，大刀甲你按棍摘互长。站这是站 TSA， 站互长，有物件落伫 Winston 背后的眠床顶，一支长腿的尾节为窗仔。拄落来，甲窗仔喊嘴去，有人边窗仔入来 ，PH 是白，BA 哦，白，楼梯有足侪声下讲咧撞的声，房间内底连米度拢是穿乌制服、汉草结实的查甫人，因脚穿下皮包铁的下讲，手举警棍。威斯顿无这个字怎么念？准，无个准啊，咧错，无个准。威斯顿无个准啊，连目睭嘛无写叮当，即嘛干那一项有要紧，莫叮当，才袂互因有借口甲你讲。一个人行来伊面头前田骹，伊下海圆圆，形有正柄奖金的宽折手，喙干那一条足下胖，大头毛甲指仔，甲警棍。等咧保持平衡，这是平调平衡哦，平衡保持平衡，保持平衡，敢若咧想啥？我是同甲伊眼神相接着，人烫巴提，人烫提，手举伫头壳后，面甲身躯拢点现现，即款感受实在互人袂堪得。迄个人敢若白白的喙齿伸出来。嘴一个啊，照讲是伊喙高的所在。喙唇，迄是唇，喙唇。哦，迄就是唇哦。真一个，照讲是伊喙唇的所在。行过去啊，佫听到一个弄破的声，是有人甲伊迄个纸地，有一粒纸地，这本册通头就一个，对，指正，对，纸地。纸地为桌顶摕起来。get， 这是 get，KIAT get。哦 ，get 不是一个手部在一个郑成功的郑哦。迄是蛋。哦，这对壁炉的地石摔甲脆粉粉，到遮吼。好，感谢啊。所以其实因为咱拢学过袂少汉字啊，汉字的结构就是有声部，就是讲迄字要安怎读做，要安怎读有一个声部，另外一个是部首。这字甲什么物件有关系？甲什么有牵连？有什么肉字旁的啦？但是我唔知影get 是怎么get哈。get 甲蛋的争吵，我会记敢是 get 可能较。我有闲甲查。较出力、较大力，你讲迄是蛋嘛？伊边仔是蛋嘛，对无？所以名声嘛，足侪笑话啊，介绍甲你蛋互喙，对无？啊是啥物？介绍甲你的头斩掉，对无？生出来就甲伊的头斩掉啊！生蛋的就讲甲伊迄个啥？耳
剁掉许啊啥，反正就是迄个偏旁也是顶悬该除掉的时阵，就呈现出另外一个字的意思啊。哦，细地哦，细地就甲耳啊剁掉啦，就变电啊，电光马的电啊，啊，细出来，甲顶悬迄个草字头摕掉，就变成这甲的这啊，类似即种的啊，所以足恐怖的呢，足恐怖的呢。是啊，所以就是咧经体的时阵，就是拢会摕出来咧烧嘛，烧你用烧你安尼啊，所以就是迄就是汉字的一寡迄个啥声音声部嘛，啊，所以对遮即个结，你看即个结是算啥？结出的结嘛，对无？地灵人结的结嘛，地灵人结，还是地灵人结？应该人吧，我读文音人结嘛。吼啊，电成功的电，就是有迄个声音嘛，所以蛋嘛，所以有当初就是你透过罗马字去学习的时阵，会使有一种互相对照的好处啦。你纯粹靠汉字的时阵，啊，我知影，蛋的物件较大，啊，结的物件较细。有可能，嘛有可能伊的比重无共款，比如讲所以石头，咱是蛋石头，对，伊蛋石头你嘛使结石头啊，可能石头动作是足幼路的啦，啊，有当初有的人，伊较介意用结啊，伊无爱用蛋的啊，这可能还佫牵涉到每一个人对迄字，还是对迄个动作的迄个理解无共款啦。啊，毋过大约啊，即啊目前台语无甲一本台语字词典，也就是讲用台语去解说台语字，目前拢是双语，对无？日本人写的是用日本话去解说台语嘛，啊，教典教部就是用中文去解说台语嘛，所以有可能你去查结甲蛋的时阵，我无去查过，我无确定。反正你去查结甲蛋的时阵，教部拢讲用中文甲你解说讲，什么以手持物丢纸安尼，我无确定啦，就讲。伊结甲蛋拢是差不多即个意思，啊，甚至像蛋馅啥，即几字加啦嘛，拢是蛋的意思啊，结的意思啊，拼的意思啊，无爱滴的意思啊，啊，所以蛋馅啥即三字伫教典内底，伊敢若有一寡迄算啥腔口差，还是方言差，就讲有人讲蛋馅啥三字，有人敢若讲馅啥两字，啊，有人讲蛋馅条，啊，个啥物蛋馅结，还是蛋馅干，就足侪种讲法的，啊，当然。你伫一所在，可能伫本庄，我刚才听即种讲法啦。你去到外庄，你才哦，当时因也是讲即种讲法，啊，毋过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共款的，不了解即种的，手的动作是足多的啦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我拄则是伫264啊，迄搭遐，啊，搁260啊，即搭遮，因为就是已经行到有一寡力大嘛。啊，当然，我想到迄个最近迄个藏上的福利连内底嘛，吼，就是讲到迄个爱人甲伊的徒弟啊，受打入噶，吼，啊个因进前去抓，就是福利连看到爱人讲规个踹个手咧踹嘛，然后咧阵安尼皮搓嘛，啊就是打入个嘛是啊，去啥飞轮吼，讲伊是咧皮搓咧，双骹准甲安尼，啊所以。有当时是讲，迄是一个自然的心理的反应嘛 ，physical reaction 哦，这样。啊，所以264啊，即搭遮，对，伊咧讲咧错啊，就是家己咧错是安怎？这有当初，伊本正做的即个所在，因感觉是安全嘛，啊，他会知影。当然，迄个时阵可能无遐斟酌想讲妥当啊，结果哪会知人早就处理好势啊，怎意料之外，你就怎错甲。警察无啥，无闪彩闪着尔，所以这嘛是真正，所以我一直想到迄句，伊讲啥？幸福是啥？幸福是你困到半暝啊，醒起来时阵，你知影你阁会使困偌久？当然，对即句话我阁也无非常100%，还是非常300讲，到底伊要表达的是啥？总是看到迄句话时，幸福就是你困到半暝啊醒起来时阵，你还阁知影你会当阁困偌久。
我无就真理解安尼。可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咱剩差不2页的所在，就安尼准定我咧读嘅，请讲，准定讲。真简单分辨。会当合用啦。哦嘿，对。你若咧看咱咧看棒球的时阵啊，结落才会红不浪啊。是。啊，你袂讲单球哦。对，速度无共款，吼，出力无共款啊，所以可能投手伫咧投迄粒球，可能是用结的。啊，你接到球了后，要传起1垒、2垒、3垒，可能是用弹的，可能当然嘛是用结。你要追求速度啊，你袂使慢慢来啊。所以当然，棒球这个运动，伊所大家你牵遐个球，迄个动作，对无？你讲牵，你讲结，当然是一个传球的动作嘛。毋过传球的动作，迄敢是用中文的思考去讲的嘛。伫台语内底，我无确定遐个啥，因为日本时代就野球嘛。啊，野球因遐个选手、教练啥，因安怎去讲遮个动作？歹势，我毋捌去，有去学。较早读大学的时候，去球场看过啦。毋过即句无去看戏，敢若毋是我的兴趣，真歹势。敢若转播的时候，当咱看1、2场安尼。安尼，准定，佫有啥物要分享？还是要换你读？投手甲球弹出来嘛，投出来嘛，啊你甲拍落，迄个动作叫做结。迄个动作，你是讲伊咧投球迄个动作吧？是，迄个打击的迄个结落去，结落远。你是讲迄个啥 player 咧举锤啊要讲的迄个动作是结？对，甲结。你的语感是结咯，因为我会感觉结是敢若直接就是摕伫你的手的物件，要甲拼出去，互迄个物件离开你的手。啊，你若摕一个工具，要甲一个物件，你来的物件，你要甲伊摔走、赶走、牵走，迄敢若我语感我是袂用结，当你可能我会用牵啦，牵嘛，遐语感可能真正每项有一寡精差，我袂讲见咧，就你锤啊举咧嘛，随时准备要甲球甲伊喊出去，还是要甲讲出去，喊甲讲，啊个啥？啊，当你要用结，可能嘛毋是讲袂使咧，我无确定。啊，当然，凡是代志顶悬是毋是会有迄个啥？想讲啊，迄当时伊用日文去解说时阵，伊安怎解说咧？这可能嘛使参考啦。OK， 歹势，即个我无答案。就安尼，是毋是准备换你读216页啊？谢大家。来对山罗另个远看，岁水寥寥。阮人啊，咱啊过2个顶头，爬落来。这是白，你也是你的腔口是白柑仔，敢若是另外一字的款。这是我是读白写的白嘛。啊，若白我会记是迄个啥，避免迄个避，甲迄个部首改做手伫下骹，是白柑仔的白。我会记是安尼啦，可能佫确定。啊，即大只我会读白啦。啊，白即字 PAK 有别的读音无？我袂记起来。白落来，互你继续歹势。白落来，糖霜玫瑰花，遮尔细粒，
串足大力。无，这个是站，应该是站吧？这个应该是，你对着顶悬有人咧站骹步嘛？你看顶悬迄个声是站嘛，对无？站头啦，还是站过嘛，对无？迄个算声部嘛？啊，这个下骹这个足是讲含骹有关，所以就是站嘛。好，歹势你继续。站一个足大力，险啊！险徛袂在，伊无压嘛，险徛徛袂在。徛袂在。注意啊！落一粒拳头，针对顶部，腰弯落，身躯若骨笑，外对，涂骹滚量嘛，滚量啊，第三点嘛，滚量啊，第三点嘛，滚量。啊，拍拼无喘气，就是敢源头，换一公里，换一公里就毋过。换一公里都敢，不过一半摆啊，酒力啊，反青，气喘袂利，气喘袂利，因为想要输气，可能是毋是有啥物症头，毋知影啦嘛，拍拼要喘气嘛。啊，所以才是气喘袂利，毋是喘气，嘛毋是气喘。叫做气喘。对啊，你叫喘袂利，叫中文拖气，气喘发作。气喘袂利下面有人，无，有人，毋是人，迄个是鸡。大舅灰灰，生来就行的啦。气喘袂利下面有立伊的老母，就惊兄当中伊游玩，哪像感受会着茱莉亚的疼，比催命的疼，搁较紧急的是，着拼势恢复喘气，伊知影迄个感觉，迄恐怖、激烈的痛苦，拢有咧，毋过也袂入手，因为总是爱先会喘气才讲。即马两个查甫人掠茱莉亚的骹头，甲肩胛，甲人掠起来，袂输派一骹报道，派出去房间。无共哦，你看伊的偏旁是无共款的，拄啊伫遮呈现，台语是有真差的。哦，一个歹一个哀哦。对，一个是哀，所以伊就讲袂输派一骹布地嘛，啊，所以无性命是用派，啊，实际上是有命嘛，伊是一个人嘛，所以就哀出去，所以哀出去房间，所以袂输派一骹布地哀出去房间。所以这是台语有真差的，你继续。中文拢讲拢背啦，对无？我咧摇，仿佛背一个布袋背出去房间啊。中文可能拢用背啊，对无？就拢无用偏旁嘛。毋过台语是有分的啊，所以讲这嘛是真正台语较深的所在的是啊。以日本的翻译来讲，但我无看过中文，我毋知影。歹势你继续。虽然拢是大人。歹囡仔嘛，对啊，对，你袂讲歹囡仔，你甲囡仔当做啥？歹囡仔，你去甲歹去大啊！太恐怖咧，歹囡仔。Winston 有钓着伊的面，顶下倒边，歪斜无卫生，目睭血咧，红粉。也伫两边喙血，这是伊上尾捌看到伊。上尾摆，这是上尾摆 ，last time。这是伊上尾摆看到伊。
我是个家伙啊。好，感谢。我讲无好读啦，因为就对咱来讲，咱是先学中文、华语，啊嘛捌足侪汉字的。这汉字的意思，原则上伫台语应该7、8成甚至8、9成拢相通，嘛换差不多的，袂差伤多的。袂讲原底伫中文是乌的，走去台语煞变白；伫中文华语是用骹站，走去台语煞变用手摸。大概我毋敢讲完全无，因为大部分袂有遮尔大的前差。啊，要学台语的时阵，就讲差不多爱搁加学300字至600字是中文华语无咧用的。啊，目前咱所看到遮的足侪，尤其含手的动作有关系啊。你讲结，中文华语敢若真罕咧用嘛？你讲蛋有啊，中文讲头直嘛，对无？头直跟起音吼啊，就讲有一寡字，可能腰这字，中文华语敢若用伫一个成语，消父从公，吼有够拍拼的。迄竟然办公办到拢无咧食饭的安尼，可能下早就去了，一直吹到倒，吹到过倒，消父从公。要毋过对台语来讲，但不是嘛？你腹肚枵，对，枵就到地，逐项嘛食。对台语来讲，枵这字是足事上伫咧讲的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枵字对中文来讲，伊敢若消父从公这个成语有用的，剩的差不多无其他的所在会去用到消这字。啊，台语是定来用的，参像即种的，就讲差不多爱学300至600字，你才有都教台语的一寡汉字知捌头。啊，汉字真正足歹学的，所以遐白话字派的人，1885年、86年，台南府城教会部了，就讲，伊就讲嘛，敢若是啥？迄个是叶牧师写的嘛，白话字的利益的是，伊就讲啊，恁的汉字太歹哦，迄是啥？伯克利还是？就是迄个啥，台南府城教会部的创刊号的第一篇的款，毋是叶牧师，毋是叶牧师，叶牧师是写白话字的利益，伊是咧教讲要安怎学白话字，是创刊号的第一篇，我想袂记啥啊，是伯克利也写写，歹势，就讲伊讲恁本国的字是伤歹学啊，要学足久的，你靠我度去读文章，啊，你若白话字就是，你都已经有伫讲台语啊，原则上。迄个阿明啊是阿华嘛，10天就学会晓嘛，伊爱刻字嘛，甲遐白话字，因要印刷啦，对无？伊是做啥活版印刷嘛，因为咧拍字机嘛，所以去刻字嘛。我伊10天学起来啊，我感觉是阿华晓，我袂记歹势。啊，所以对咱来讲，其实那真正要，伊即摆对较袂晓讲的人，真正是外国话啦。啊，我就讲啊，敢若是外国，我对去就是直接学白话字较紧啦。啊，无一直在咁样斟酌汉字，真正以张先生即个文本来讲，我安尼大约了一个是，可能伊的罗马字的部分，可能才占1成以下吧，可能才占1成以下。含迄个理工局基金会因迄个台湾通信网报来讲，应该是占到2成的款吧，我袂记。啊，所以。对咱来讲，当然会晓讲，会晓听，这无问题。咱要进一步就是有材料读，甚至应该是鼓励每一个人写嘛。当然写安怎，迄是另外一回事啊，你啊。加写挂到第所以写出来一寡迄个啥美感啊吧。好，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剩一页外尔，咱甲读落去，应该再吹完。后来我搁读一段了，就换小落来读。我会读到267页顶悬迄搭遐，伊徛定定，也无人甲拍，一寡若像招无意义的念头，家己总对头壳内，伊疑想缺了顿先生，敢嘛互因掠起来啊？阁有听到迄个查某人有互因安怎无？伊足想要放尿，阁对这尿啊意外，因为伊2、3点前才放过，伊注意到壁炉台顶迄个时钟记到，就是20点。毋过敢若伤光，
八月暗时21点，毋是应该爱暗去啊？伊晓鱼，敢是伊甲酒里啊根本时间翕毋着去？凡事因已经困甲时针行一日，精神的时就是才20点30，算毋知就隔工早起8点30啊。毋过伊无对即条思路阁想落去，无啥意思。所以我先读到遮。这因若要困遮久，敢会是平常时啊工课做了伤忝到怎有法度安尼困一日？毋知影啊，所以这嘛看袂出来，这嘛是敢若 Winston 伊家己伫晓伊讲，敢是困遮久啊？毋知，还是因感觉迄足安全的，在温什么困，所以困遮久，无确定。啊，所以对 Winston 甲对 Julia 来讲，因敢会是尽情。捌感觉就讲啊，有一个所在会使温什么困，毋过实际上，当咱知的时阵，敢若嘛，伫迄搭遐可能嘛无甲一个所在通互你温什么困吧，就敢若可能很注像中国，啊，佫真正看到什么叙利亚，啊，佫对，非洲一寡国家吼，就讲政府真强力伫咧控制人民的时阵，恐惊无法度温什么过生活吧。好，我毋知咱大家你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伊最后迄句 "It was not interesting"， 该翻译做无啥意思。哦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无去连接起来讲 interesting 甲意思会使做连接啦。但过对咱大家来讲，无啥物意思啊，无意无事啥这会使讲出来就一种讲法的。但过英语可能对我来讲，敢我都想到 interesting， 看到我才有当在啉啦，无看到我可能无法度啉。好，安尼是毋是我 sure 互你读？行路有另外一个脚步声较轻。Carrington 先生入来到房间，乌底裤的人，制服，控制啊，有控制嘛？乌制服的人，估计随便较有。站站，这是站站，是站站。Carrington 先生的外表嘛有一寡变化，伊的视线，迄个是对着玻璃纸地，这是 TEH 纸地，玻璃纸地碎片，甲遐批啊。就是破片嘛，玻璃批啊啦，什么批啊、釉批啊，迄种的迄。把遐个批啊捡起来，伊声扫扬地讲，一个人压落去，鼻音压落去做，压落去叫做，迄个当伦敦口音无去啊。Winston 雄了解到。头拄啊，为查理无听到的迄个声是啥人 ？Carrington 先生又完穿伊迄领旧用啊外套，毋过本来强要嚼 TSIA 就是嚼，全部意思嘛，嚼背。哦，本来强要嚼背头毛，即马变乌啊，目镜嘛无挂。伊目神来闪闪，甲 Winston 顺一个 SUT 顺，这是顺，帮出来顺一个。若像咧确认伊的身份，过来都无个线，无甲插啊 ，TSHAP 插，我插伊就对无甲插啊。伊人过互，等我。伊人过互是，伊人还过是，伊人伊的身躯寸直啊，敢若有变较落，LO 较落，变较落。伊的面敢若有一寡真幼的改变，毋过已经有够通完成大变身，乌白白，较无遐肉。妖魂消息，
边的线条，敢若拢调整过，连片仔嘛敢若较短来。即马这是一个两约35岁的查甫人，冷面冷酷的面。Winston 想着，这是伊人生头一摆咧看一个，伊已经知影是思想警察啦。好，咱甲这个读完啊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确实有够侪字的迄。当然，我看到我会使知影意思啊。你叫我看英文，甲翻译过来即字吼，我翻袂出来。可能过去嘛是用中文华语咧学英语，所以要甲英语翻过来，咱的本国字也是啥的时阵，可能拢去用中文华语砍起来，变成一寡简单的字安尼。这可能，所以我就讲，若过去是用台文伫学习的时阵，反正我英语能力袂敢若安尼尔。啊，我就想，安尼倒不如是甲遐个，是毋是怎个用台文来甲学习过一届啊？敢袂使安尼，我毋知影。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这个述一个其实会当用伫这个眼神，伊把神来想象甲 Winston 述一个。对，我想，互你，毋知，我想要先看啊，各位朋友看你有啥物想法看，我来找讲，伊的目神来闪闪，甲 Winston 述一个，伊会安那讲的，拢嘛听，我插伊啊，应该是这个 tension 的。He gave Winston a single sharp glance， 对啊 ，a single sharp glance 就是啥物一瞥啦。啊，所以你看，进前，我就讲迄个一瞥，伫台语内底就是影一个、了一个，啊，即马就是述一个，即个等于是延伸的意思就对啊。你看，这是挑手网的，理论上是含手有关系。可要讲网术啦，你讲啥？分顶夜网术啦，晓，还是啥物货？就是讲有迄个，伊讲迄个像屈真人，还是倒一个仙，伊就是举一支网术啦嘛，吼，就是咧术网还是赶网的嘛。啊，分顶起，敢若要邀讲假仙呐，夜网术啦，敢若是讲要邀假仙晓。啊，迄个术啦，就是即个术。你佫讲一个，我无听到。啊？混林。网术啦，嘿。混林是哦。混林。歹势我。好，你讲。我知其实伊嘛会使叫网术啦，福林。哦，福林是对啦，福林是。较文雅是啥啦吼？啊，我叫细汉的时摕去啥物龟毛青啊，伫咧清神道顶，就甲遐个银叶红背山甲清走。啊，当然，迄两字我就食过，个敢若伫学校学过浮沉。吼啊，有一寡武侠小说内底，敢若嘛有一寡角色伊会摕即种工具技师伫咧用。啊，对来讲就是或者啥。当你甲一个工具技师用到一个熟手的程度时，当拢会使做武器就对啊。啊，所以对啦，福鼎可能是就是一个讲法啊。当然，对口语上来讲，可能讲网术啦较侪安尼啦。啊，所以术节这个延伸出来是讲快速看过嘛。正看就讲，he gave Winston a single sharp glance。迄个 glance 就是什么惊鸿一瞥，什么一瞥，还是一望呢？对无？逆望嘛。一瞬间嘛，啊，对台语就是，我迄阵找着看着就是讲，影一个、了一个、眼一个，即种快速看过，无正经咧看迄种感觉就对了。好，安尼，毋知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咱即个离子稿读到这样，小说等于是，读过2/3啊呢，可能咱会使来压尾啊。来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安尼是毋是准备先来帮咱压尾？伊即个汉字伊用，伊改拄做寒呢。当然，即个悬家的悬，啊个啥？高明
民行高贤吼，对不对？因迄种中国的古早迄种什么行政、司法甲什么立法，对无？三种法律一伫管老爷身上，迄个爱挂一个牌匾吼，民行高贤，敢若是安尼读，我无确定。啊，咱讲什么？什么？徛关山看马相趁嘛，啊，毋过伊遮家拄下即个音，我嘛毋知。好，来，正题互你先读，平板啊，阿尾开头。什么音啊你？好，你照你家己的语感啦吼。好，感谢。拄则迄是四纳啦，你讲后壁个，歹势，有两部分，两页。涂骹的人，第二代看天，若轻松就是做船游，敢是日文山，敢是好，感谢。拄则迄是四纳啦，四纳是迄个 sound and lightning 嘛，吼。sound 是声音嘛，啊 lightning 是光线嘛，所以咱会先看到光线嘛，因为闪电是光速嘛，啊声音是1秒钟300几公尺尔，差迄差几倍咧，所以一定会先看到四纳，啊，四纳是光线尔咧吼，四纳是光线尔，啊然后才会听到雷公声嘛，四纳。你讲吼，那种天文现象，讲者家己头壳讲安尼。好，安尼准题读完，感谢准题。安尼小了，我先读。Eric， 唔，Eric， 你我毋知你有通读无 ？Sunny， 我先读一个，啊，种话 Sunny。好啊，我会使读啊。好，安尼，好来，我 Eric 先读。你即摆是读19，你即摆是咧读倒一个？我咧读《日晖闪逝》，《日晖闪逝》在190页，偌紧。互你了解，我读拄啊咧无用别项代志。无问题。拍势拍势。我先读，我会使先读，我先读，好。啊你，我先读完了，看是 Area 是Sunny读，啊 Joel 才阿尾。好，我照伊个音读啦。日下山，天真透早，乌云甲有春。春的云伊决定放散，无要忍，就安尼找四若甲湿气季节。家因白因惊人，白因惊人，亲像地咧滚。舞出来迄场西北风，无意外来为翕热的城市降温。涂骹的人咧期待，看天若轻松会生做怎样？敢是日下山，敢是月下云？用下，我毋知。好，来 ，Eric， 换你读。我会使先读。哦，好，Sunny 先读 ，OK， 无问题。好，感谢Sunny，感谢Sunny。好，安尼我来读就是离环山，离环山天前透早，乌云甲有春。春的云，伊决定放撒无地论，就安尼找四若甲湿气季节，家因白因惊人，
亲像地底困，地底困，滚，迄是 KUN， 地底困，好像地底困。KUN 你去互英语看起啊。地底困，浮出来迄张西北雨，然后伊是用迄张西北雨，无因我来为翕大的城市降温，涂骹的人在期待看天若见天上的西我你去后壁的片，伊无连续三字片音啦，伊敢若上后壁两字是片音尔，这是嘴啦。啊你家己片音就片袂出来啊。嘴，生嘴，TSE 嘴。生水怎样？敢是含，这是含下山，下山，敢是过下云？你的文尾掠较袂准啊你，伊是 HANN 嘛，所以是哈变片音嘛，哈哈过，你敢是袂讲哈过，哈过是另外一字啊，哈过，啊是伊照音嘛，我无确定。好 ，Eric， 哈。日寒山，天前透早乌阴甲有春的云，伊决定放下，无要紧，无要论，就安尼，随四那甲湿气接，隔音地烟，惊人。亲像茶咧滚，舞出来一场西北雨，无意外，来为翕热的城市降温，涂骹的人在期待，看天若轻松，会生做怎样？敢是日寒山？敢是？月含云，伊是下啦，下云，你含变成 HAM 嘛，爱是 HANN， 嘿。敢是日含山，敢是月含云？你喙个合起来啊？嘴巴不可以闭起来。伊是 HANN 啊，伊是片音。敢是日含山？你也是喙合起来，你安尼喙也是合起来。哈。喙开哈，伊是 HANN 啊，所以 HANN 是哈，啊那 HAM， 对，安尼对，嘿，安尼对，对，嘿，安尼是哈，嘿哈，伊 HAM 就是含啦，含是 HAM 含。啊哈是 HANN 哈，爱是用哈，我无确定用哈呢。好来，小龙话你读。出来迄场西北雨，无意外来为迄外城市降温，涂骹的人咧期待，看天若轻松，会生做安怎？敢是日下山，敢是月下云？哦，伊的押韵是有哟，春润滚，啊个温。啊，这后壁变样的时阵，怎样？因为怎样变成是双母音嘛，所以
要讲伊押韵，敢若伊最后就是下魂，OK，魂才算有押韵嘛。啊，所以当然有人讲你要押韵，其实无遐尼简单啦。就讲你的思维，你读个内底的思维要有够。啊，当然即马教育部的迄个字词典的查询法，会使去查讲，我想要查 UN 尾有啥物字，啊，你就去看遐个字，讲啊，遮个字头前会使斗啥物字，就变做一个词，啊，你啊对遐个词去找出讲啊，我要甲遮个共韵的词，甲伊整做我要押韵的诗句。即马教育部即种或者啥，较是伊徛准年吼，敢是准年大改版嘛？伊敢是徛第4届、第5届大改版，就相对佫较好用啊。啊，所以根据假使本质就是，愈侪人用，有发现着无好用、无够好用的，社会去甲因建议，因就修改。尤其即5年，至少5年吧，教育部嘛是甲遮个需要，也是甲遮个功能，也是甲遮个工课外包出去嘛。啊，交专业的去啊，因为讲着啊无需要，公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哪有啥物专业通去讲啊？无啥物实。好，听讲。有人海分，毋是爱读轻声。对啊。爱读惊人。惊人啊！惊。有人海分啊，伊毋是人爱读惊人。惊人，爱读惊人对，爱读海两个海版是惊人无毋对。所以应该是惊人。对，假音白烟惊人，亲像第一咧滚。对啊。对，惊人无毋对，爱读轻声，轻声符又轻声符安尼。所以即搭遮就敢若即个。惊人到底是啥物意思啊？理论上，因我嘛是学台语了，才听着讲，差不多台南高雄遐，因咧讲惊人是无清气、垃圾的意思啊。要毋过伊只可能是毋是甲惊人即个词，共款当做 surprise 的迄个概念，互人着惊，互人惊吓。伊就讲啊，开始要落西北雨啊。哦，惊人就是 afraid， 啊，惊人就是 surprise。afraid， 我毋知你 afraid 是啥。害怕啊。afraid， 你讲 afraid 哦。系啊 ，afraid 哦，你讲 afraid， 啊，佮另外一是啥？惊人就是害怕啊。afraid 就是你讲的惊着安尼啊。惊着，因为我著讲迄个啥，戆影，但有一个戆影，就是我著分袂出来讲到底是 surprised 还是 astonishment， 我毋知影倒一个但有一个戆影，就是我的语感，以我一个外国人去知捌迄两字英语，就是surprised 甲 astonishment 哟。啊，当然对惊人即个词，我学台语了才知捌着，就是伊敢若是，就是讲，啥？你房间是偌久无整理啊？是惊人哟？还是讲啥物惊人？即啥物？来，准你讲，请讲。对啊，惊死人。无共嘿。惊死人无共款啊！要惊死人哦！啊，惊死人是共迄惊嘛，是安怎嘛？所以有当中就是对台语即种声调语言来讲，就是迄个声调无共款的时阵，伊不了侪词，伊的意思就拢无共款去安尼啊。上明显就是迄个做人甲做人啊，两字汉字看起来你就感觉共款啊。啊，毋过你伫听的时阵，啊，毋过即马即个语境嘛已经强要消失去啊，无，大概即马无啥咧安尼讲，因为迄是过去迄种甲富人人当做，敢若袂输当做财产安尼嘛。恁祖囝做人，敢若袂输无做人袂使安尼。啊，毋过现代社会哪着遐尼辛苦要创啥？啊，当然其他的事，即个惊人甲惊人嘛是对类似即种意思，但是讲迄个调无共款的时阵，伊的意思就无共款啊。好，毋知咱台恁个朋友台湾即首嘛算伊即马即个应该伊192啊嘛，100首
就差不多200-300页吧，200几页。啊，我会记得，敢若有几首啊是真正2页，大部分拢是1页就牵少起来嘛。啊，就即篇即个说日下山就毋知伊用下即个，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好无？若是准着别人找着啊，伊有安怎讲哦？听讲，嘿，到底无下吼？对，袂少字数哦。下，所以伊有一个故事是下过，迄是下嘛，对无？下过迄是下，迄是第7条嘛，啊，这是第5条啊，这是第5条啊。倒是若硬要讲啦吼，就讲伊即首原仔嘛，我感觉迄个华语开不了重，尤其迄个西北雨，咱台语都嘛讲西北雨是一阵一阵嘛。啊，伊煞用一场的这，当然伊要家当做哪咧搬戏啊，或者一场西北雨，敢若嘛毋是袂使啦，对无？迄个诗就是在作者那去表现的嘛。啊，毋过有当初即种意思就是，毋知我的直觉就是讲西北雨，我来讲一阵一阵安尼，迄阵西北雨，我会感觉敢若读起来较顺啊。也毋过伊煞用迄场西北雨，这个。就华语开啊，那场西北雨啊，你对吧？那阵西北雨跟那场西北雨，以中语华语来讲就讲，那场西北雨敢若较浪漫，啊那阵西北雨就敢若无够浪漫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有啥物想法看法？那场真正较浪漫，那阵就是你无准备就落汤鸡啊，对吧？所以中文华语就是伊敢若用那场嘛，对无？那场西北雨安尼，啊，所以是毋是伊用？当然就讲嘛，到目前为止，即摆听来看起来应该就是伊甲台湾漫游录的台文稿应该处理完啦，啊，可能咧做后壁时仔个动作是安怎嘛吼？准讲是安尼，我就讲嘛，伊读到内底可能也是华语较侪啊，华语较侪过台语安尼，啊，所以佮加上伊日常生活。无遐尼侪机会通去讲，所以无遐尼侪机会通去讲的时阵，就敢使靠字词典去敲出讲啊，会使安尼用无？会使安尼用无？啊，这对我来讲，台语毕竟是一个语言啦，伊毋是文字为主要的，伊是喙咧讲的较侪嘛。啊，当然，自日本时代所留落遐个文献，伊有遐个。字词句 ，OK 啦，会使接受啦。要毋过有当阵啊，敢是有可能发生一寡迄啥意外哟？敢是安尼讲？今仔日是毋今仔日有人就讲，倒数对无？倒即个量词是啥？我毋知各位朋友知影毋知对无？倒数 the island。还是 the isle 嘛，不管大粒细粒，讲到粒啊嘛，对无？不管大还是小。The island。毋是，我毋是咧讲迄个，我毋是咧讲 MBTI 迄个 island， 我毋是咧讲迄个，我咧讲迄个倒数迄个量词嘛。啊，结果教练煞用一个下，我的妈呀！对啊，一个倒数啊。无啊，大部分拢讲一粒倒，无就无一组。对啊，大部分讲一粒倒啊，一粒倒一粒山迄粒啊。细粒咧，一个倒较大。啊，对啊，啊你讲要大一组，我会使接受啊。你讲一个，对我来讲就感觉。但是真品内底敢若写一个呢？伊教练用一个啊，教练是用一个啊。对啊，真品出版嘛是一个。伊就是伊可能就对教练啊，所以教练即个下用啊足，我感觉足假咯。我感觉伊用一个，伊讲伊的句是讲台湾是一个足大的岛。我的妈呀！对啦，台湾即块岛屿是全世界第几大嘛？吼，对吧？咱讲即块岛屿嘛，是咪？就有第即个讲法嘛？所以你用下，就敢若已经第4甚至第5好的啊。即马
较具体也是讲较传统的讲法，就一粒岛嘛，一粒岛嘛，一粒番薯仔岛嘛，迄啥物歌词内底敢若是安尼用嘛，一粒番薯仔岛嘛。啊，当然中文敢若是讲啊，这座岛嘛，对无 ？OK， 勉强接受。啊，当然毋知用下，还是讲伊甲迄个，所以有可能讲教典所修的话句嘛，去影响到咱后壁的人嘛。你若准讲过去毋捌看过即种用法讲法的时阵，你看到教典哪写，伊就互你一个真强烈的参考嘛。啊，下即个量词就是会有一寡较有会的人，就是讲啊，你太遐频段，拢甲所有的物件的量词拢当做下。你也想袂出来，时阵有当阵就是用下啊，真好用啊。啊，毋过有当一寡物件的时阵，你即种我感觉足碍拗的，哪会变下？怪怪，我毋知影。啊，当然这就是看咱使用者，敢我都去想出来，还是找到更较好的讲法安尼啊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好啦，我袂顺哦。但是头前去哩吼，我毋知影是屎鸟去拄着，屎鸟出去拄着你发现哦，屎鸟出去。青面鸟夹着屎鸟去哟，啊是安那？你用一粒布呢？一粒布真水哦。是啊，对啊，甘雾补天呐，甘会补天呐，雾啊，对啊，即个。我会理解上吼，咱咧煮物件的时阵对啊。哦，水烟。讲煮无啦，呵，煮无就是讲煮稀饭吼。对。啊，你煮出来，你甲伊若已经开始咧煮咧时阵，迄火会对，舞出来。嘿啊，对，舞出来，对，舞出来啊。是啊，舞出来啊，嘿啊，舞出来，所以即个是真正是瘦的。莫讲伊是啥物了，咱伊嘛看过袂少本的啦，所以我感觉，无你若要找一个其他要替用字的时阵，佫有啥物会使替？吼，佫要讲我意思讲，看要比较好啊，比较无好嘛，伊即字诚做一个参考点嘛。我嘛感觉即字真正用了真赞啦，无出来迄张西北雨嘛，对无？伊头前咧讲咧激啊嘛，开始咧激啊嘛，对无？吹死啦，甲湿气啊，就是激啊！伊热到，这就是迄个中文华语讲的是讲有雨雷阵雨，啊，台语是讲顺雨西北雨，啊，佫有啥物讲法？过分雨，啊，袂啥哩讲？因为伊有雷公四呐嘛，啊，一般是讲西北雨嘛，啊，西北雨无一定单雷公，有西北雨是毋是热天的时阵西北雨会？单位讲，可能会吧，因为就讲迄是云的迄个做啥物关键气压，还是啥物两个啥物云塔做伙，还是绑做伙的时阵，就会产生即种气候的条件嘛。啊，所以可能大部分拢是伫热天时啊会产生嘛。啊，所以迄结落到底真正就是雾出来，伊讲雾出来，真正就是差不多是雾中生有啊，就是。北部是毋是较无西北雨啊？北部为什么会较无西北雨？拢嘛有啊，啥物所在会较无？感觉无中南部安尼。遐接。对啊，就是较明显。啊，大来讲安尼，啊无落就煞起。像下早嘛拄着啊，下早山。啊，毋过台北拢是安尼翕啊。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，所以伊的迄个啥湿气会较重，伊的湿气会较重。啊，像今仔下早嘛，一阵雨，一阵啊尔，啊，可甚至佫足局部的，我毋知可要讲，佫讲隔壁乡镇就犯侪了无啊？啊，甚。讲北部敢无遐明显讲，就是敢随时要落安尼。哦，你讲的是讲随时要落，啊，随落还是全无落？就是像中南部嘉义遐，就是落了就蓝天白云啊。就是云开，就云就开开啊，天就清啊。
啊对北部呢，是寒天的时阵，就是拢逐不时就乌阴天。啊，你可能你若伫中南部看到迄种乌阴天的时候，你会想讲会落雨，啊尾嘛真正大部分拢有落雨嘛。啊，我伫北部就袂，你看乌阴天乌一困啊，伊袂落就是袂落。被打送啦。伊袂落就是袂落，伊就是乌阴天互你看的尔。啊，无就电两天就无去啊。啊，我即两天有看到人讲，山林堡泸州是一个什物日影区，还是什物雨影区？就讲较袂遐尼接落雨，啊，毋过伊就湿气足重，就变足翕的，伊就变足翕的。啊，所以这可能就是因为大台北地区是一个盆地嘛，啊，迄个盆地就会较容易翕伫遐，啊，翕伫遐湿气重，是毋是湿气重就怎相对较袂安尼落雨？我无确定，因为迄个是毋是天气的条件是安怎？我毋知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要准备请俊典来帮咱压尾啊！好，嘿，你讲，嘿，毋是啊，毋是悬，我感毋是悬的意思啊。对，伊即个音吼，即个音内底大事件是讲，内容啊是讲挂还是调？挂还是调？写落去代表大事件，解说吼，来看有啥好看？因为伊刘慧闪是伊第193页，伊嘛有讲过是啥物，会当讲是啥事物含接，袂输那挂的即个状态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我会想到是讲日寒山。若准讲你是伫咧西海岸，啊，迄个寒山是啥物概念？你看过去，尤其过头以后，日头是要沉落海底的，你要安怎寒山啊？啊，当然，若准讲是伫咧东半部，5、6点、6、7点，日头真正是准备藏伫山内底嘛。以你伫咧东海岸来看，对无？东半部啦，台湾的东半部来看，是要藏伫山内底嘛。所以有当阵遮个迄种啥，地理所在、地理条件无相啊，你看到日头过日，迄个现象嘛无相嘛，无共款嘛。啊，所以我就讲嘛，过去咱咧读册时阵，拢读到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讲伫台湾，敢若伫台东、花莲、宜兰的水会往东流啊。只要即3个县市会往东流，其他什么所在的水会往东流？无啊。啊，毋过咱煞甲即个一江春水往东流记甲条，逐不时就摕出来用。啊，这是毋是变成家己无够理解、无够了解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即摆即个日寒山，即个山嘛是相关啦。尤其佫是讲啥物，要暗啊迄个时间点，啊要暗啊迄个时间点，你若伫西半部即搭遮，明明是沉落去的啊。啊，当然在迄个啥，你看到一寡字句吼，也是词，你的感受当然 OK 啦，无问题啦。啊，毋过是毋是有一寡字词，咱会使有佫较深刻，甚至相对佫较正确的一个讲法啊？我是安尼想。好，安尼准备教你。所以你还说就是那个太阳还没有掉下去，那个日落是不是？伊要讲的是安尼，sunset 是哦 ，sunset， 伊要讲 sunset， 对，大概是 sunset 的概念嘛。就是通宵真有名，迄个日落嘿。有可能哦，嘿，有可能哦，就迄个 sunset 安尼啊。啊，毋过通宵是咧海边啊呢，对无？对无？准备我袂记得，应该是吧？伊毋是咧，对无？伊是咧龙凤崩坑是毋是？我会记啊，是毋是龙凤崩坑？我嘛记毋着。伊是白沙墩边啊嘛，对无？嘿啊，我会记是伊迄个乡镇市区是靠海边啊呀，我会记是咧海边啊呀。海高腔诶。好，安尼
阵地交你，还是迄个 Eric 有啥物想法？其他的朋友，嗯，下不如讲你是讲你下山，还是你下海啊？吼，咱讲的东半部、西半部，对，或者当你家其实你下伊的意思是讲，吊伫遐，日头是吊的，挂咧山，挂山，因为你要落去啊嘛，所以伊是形容这个感觉。我讲的讲什么？挂落来，还是讲压落来，迄是另外一种看法啊。但是伊若这里利用这个解释嘛，伊讲是挂的，还是吊的？因为已经山要落山，要落山嘛，所以是豆落来安尼嘛，所以用这里，咱本来用这里，咱我就属于。对啊。你安尼讲，我想到迄个啥，因前几年啊，迄个什物曼哈顿限聚吼，伊就讲伫曼哈顿遐有伊，敢若是夏至迄日吼，6月21日迄日，会第一条什物大条大通路，啊，迄个日头就对遐下落去安尼，啊，所以伊就改号做曼哈顿限聚。啊，你限制伊就敢若，我会记中文就敢若改写悬日。当我感觉伊迄报道是用中文写，我当然嘛甲读到中文就是变悬日嘛，对无？民进高选即是悬嘛，吼，曼哈顿限制啊，所以迄条新闻出来了，全世界足侪所在嘛，全拢去翕即种，或者日头伫两栋大的建筑物当中，安尼顶落去迄个情景。所以台北车头迄个忠孝西路、中山南北路遐有一个天桥，就足侪人走去遐翕相，就去翕日头忠孝桥顶落去迄个情景。啊，甚至顶2个日啊，是毋是敢伫嘉义？是嘉义国华过啊？啥物国我袂记得，伊嘛敢啊？迄阵。因为曼哈顿限制即个情景的相片翕出来了后，就不哩侪人去找即种日头就要暗日头要顶落去迄个时间点啊，啥物所在有一个角度会使翕到佮讲一条大还是长的大通路啊，日头当安尼顶落去迄个情景安尼。所以，敢若今年我会记是咧嘉义的款吧，我袂记得。啊，因为迄就是因为。日头的迄个角度嘛，所以差不多是有可能每一条路拢有可能有即个时间点，只是即个时间点是当时。我讲迄个当时可能对冬季还是到夏至即个时间点都有可能啊，因为迄个角度无共款啊。啊，所以有当阵就是要安怎讲，看你的手路安怎去呈现吧，大概是安尼啊。所以拄则准就讲迄个下就是敢若准备要沉落去啊！吼，不管是藏喺你的山后壁，还是沉到海内底，还是沉到海后壁，你迄个概念啊你啊，或者下对吧？真的应该是安尼吧？我即摆佫困，但注意看吼，这是1932年的台日大事件吼，啊查的是下，我是读的，我是无变沙啦，所以下是下山嘿，而且下山甲2字哦，下山啊伊即摆后壁会解说哦，伊是写解说啊汉罗，这应该是读中文啦。我讲读中文讲较顺讲，讲日头顶吼，伊讲衔接啦，含接日头衔接见山，衔接见山。嘿，对，嘿，对，要小我迄个瞬间就对。因为伊的193页就安尼写啊，伊讲下
可指事物衔接，仿如悬挂着的状态。所以可能伫迄个边缘顶悬，迄个边缘顶悬啊，所以我毋知各位朋友捌听过、看过迄种现象无？一工有两解，要毋过一般拢是要暗仔迄个时间点较好食、较好掠，就是日头要沉落海底迄个瞬间的最后，敢若0.1秒，因为光线直射的关系，对无？咱知影光线是啥物七彩嘛？要毋过最后迄瞬间，敢若是0.1秒出现绿色的光，所以我尾仔才知哦，反射原来迄个绿光剧团迄个绿光是咧讲日头要沉落海底，即马即个夏日是日头圆圆的对无？所以对咱来讲，一定有一个圆圆的顶悬甲圆圆的下骹嘛，是毋是安尼讲？咱若用目睭去较看，对无？较接近地面的迄个叫做，对讲，较接近咱骹大的迄个方向，是迄个位置的时阵是下面，安尼离咱头壳顶较近的，若总我咧用看是顶悬，啊，即摆即个夏日是下面去甲迄个山的线，还是甲海的线要相接迄个瞬间，可能是夏，啊，然后开始安尼时间继续行嘛，所以迄个字是毋是豆豆啊，就是慢慢啊消失去，对无？一点一滴向直掉去嘛，就敢若天狗食月迄种概念嘛。好，日头一定要沉落去到上顶悬迄个瞬间，迄个边缘线要完全沉落海迄个切线的时阵，会因为光线直射的关系，会产生日光。啊，就准讲迄个日头已经完全沉落去啊，天嘛袂全拢规个暗落来，无诶，迄是因为空气佫会使直射光线嘛，所以可能人讲诶嘛，你诶手机啊，逐工拢会使甲你讲，今仔日日出是啥物时间？吼，咁我后壁讲5:32日头出来，啊，然后下晡1832，我凊彩后壁讲诶，吼，日头规个沉落去，沉没嘛，个日出甲日没时间嘛。也毋过天要完全暗落去，日光莫路顶莫讲，你离风高野外的时阵，天要完全暗落去，可能是日没后，可能30分钟，才会规个天拢规乌索索。啊，所以日下山就是迄个边缘接触的时阵，大概应该是安尼。啊，就开始有后壁一寡迄个啥，可能在观察到一个现象的是啥嘛？大概是安尼。还是准伫佫有看到其他无共款的讲法是安怎？还是准伫要来帮咱压尾啊，发表你的作品，互咱大家欣赏一下。下山的时，伊大名看云西，一粒大大，红光用宝看落去。个光年的时，规家伙啊，换衣摇，做好泡茶，好花枝，轻盈的日子，秋晴的暗暝，写落来一首清甜的歌词。好，感谢俊迪甲咱分享吼，俊迪是要拍命甲迄啦，原底口口找倒转来，所以就是你会感觉敢若念啊离迄啦，毋是真正离迄啦，是咧找迄个腔、迄个字。有当就是我嘛已经变做南山腔啊啦吼，啥物是啥物地方，还未开始你去要伊讲要甲家己，至少可能囡仔时代吼是安那细汉的时，阿嬷咧讲的话迄安尼，这我毋知呢，我就讲我伫迄个啥。杨千和迄个花开时节的小说，因祖囝林志美教授甲伊改写做台文，啊，佮家己念遐个台文的作品的声音，就是真正就是阮细汉是阿嬷咧讲的迄个腔啊，所以说要甲家己的腔找倒转来，可能爱搁开时间啦，啊，甚至较重的应该是下决心吧，可能是安尼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主要咧读的即个1984。暂时先读到遮，
感谢台顶的朋友所有来读念，嘛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管网头网分享网交流。好，今日读到这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感谢大